自从2024年1月31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用圣洁服侍上主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出来及记29章第19到46节。你甲阿伦甲伊个囝分别做圣，互因做祭司，服侍我的时，着安尼做。着牵一只公的牛仔，2只无瑕疵公的绵羊，搁着摕用幼米粉做的无酵饼、超油的无酵饼，甲抹油的无酵薄饼。这饼着下伫一骹篮仔大内，搁牵迄只牛公仔甲2只绵羊公仔来，献互上主。着互阿伦甲伊个囝来到会幕的入口，用水甲因洗。着甲阿伦穿内袍，挂以弗得的外袍，以弗得兄弟将用旗骹的手路一个以弗得鞋带甲伊下地，搁甲伊戴礼帽，将迄块刻圣化归上主的金牌绑伫礼帽的顶面，然后用汤抹的圣油倒伫伊的头壳，甲伊按立。着叫阿伦的囝来，甲因穿内袍，下腰带，包头巾，因就担当祭司的职分。这就诚侪永远的规例。你着安尼甲阿伦甲伊的囝受责。你着甲迄只公的牛仔牵来会幕头前，阿伦甲伊遐个囝着换手伫牛的头壳。你着伫上主的面前，伫会幕的入口杀迄只牛，用砖头仔运火，抹伫祭坛顶面4支翘起来的角，将剩的火倒伫祭坛骹。着将北内所有的油、干的梦西、2粒腰子，以及腰子顶面的油，拢下伫坛顶烧。毋过牛的肉、皮甲粪，拢着伫营外烧掉，这是赎罪祭。你着牵一只公的绵羊来，阿伦甲伊的囝着换手伫迄只羊的头壳。着杀迄只羊，将羊的血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着将羊切一块一块，甲北内甲腿洗清气，甲规块的肉以及头下做伙。着将规只羊下伫祭坛顶烧，这是献互上主的烧化祭，是用火烧献互上主芳芳的祭物。你着甲第2只公的绵羊牵来，阿伦甲伊的囝着换手伫羊的头壳。你着杀迄只羊，摕一寡血抹伫阿伦甲伊遐个囝正爿的耳珠，搁抹伫因正手甲正骹的大头母，将剩的血嗅伫祭坛的四周围。你着摕一寡坛顶的血甲汤抹的圣油，嗅伫阿伦甲伊的衫，搁嗅伫伊的囝甲伊的衫，安尼阿伦甲伊的衫、遐个囝甲因的衫，就拢圣化归上主。你着取迄只绵羊公的油、肥的马、北内的油、干的梦西、2粒腰子甲腰子的油，以及正腿，即只是受祭的时所献的公的绵羊。你着搁对迄骹下伫上主面前缀无酵饼的篮仔，摕一块饼、一块搅油的饼，甲一块薄饼，下伫阿伦甲伊遐个囝的手，
互因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地做祭物。你着对因的手接过来，下伫坛顶烧化祭的顶面烧，做芳芳的祭献互我。这是用火烧献互上主的祭物。阿伦受这个时所献供的绵羊，你着摕伊的胸坎肉，伫上主的面前摇摇地做祭物。这份祭物是你的。受节的时所献供的绵羊中间，约计奉献的胸坎肉，甲提悬奉献的大腿，你着甲因圣化。这份祭肉是阿伦甲伊遐个囝的。这个部分是阿伦甲伊的后代对以色列人得到的份约，这个着做永远的规例。这是对以色列人平安节的中间摕出来做奉献，互上主的礼物。阿伦圣的礼服着留互伊的后代，互因伫受抹油甲接受祭司的职分的时通穿。煞接伊做祭司迄个囝，特别日会幕伫圣所服侍的时，着穿礼服7日久。受节的时所献供的绵羊的肉，你着伫会幕的埕煮。阿伦甲伊的囝着伫会幕的入口食即只羊的肉甲拿来的饼。因要接受即个职分，受分别做圣，食遐个为着因赎罪的物，毋过其他的人毋通食，因为遮个食物是圣的。受节的时所献的肉甲饼，若留到过早起，着用火烧掉，毋通食，因为是圣的物。你着照我的吩咐，为着阿伦甲伊遐个囝举行受节的礼仪7日久。逐日着献一只公的牛做赎罪祭，嘛着为祭坛行洁净礼，互伊清气。搁甲伊抹油分别做圣。你着为祭坛行洁净礼7日久，甲坛分别做圣，坛就诚做至圣。所有摸着坛的，拢诚做圣。你逐日着伫祭坛奉献2只1岁的牛公仔。早起时献1只，黄昏的时搁献1只。你着用1公斤的幼面粉，甲煎出来1公升的橄榄油炒做伙，甲第一只羊仔做伙献，搁用1公升的酒做奠酒祭。你伫黄昏献另外迄只羊仔的时，着甲早起时共款献素祭甲奠酒祭，拢用火烧做芳芳的祭物，献互上主。恁世世代代着照时伫会幕的入口献烧化祭，互上主。我要伫遐甲恁相会，甲你讲话。我要伫遐甲以色列人相会，会幕就因为我的荣光诚做圣。我要甲会幕甲祭坛分别做圣，嘛要甲阿伦甲伊遐个囝分别做圣，互因做祭司服侍我。我要踮伫以色列人的中间，做因的上帝。因会知我是上主因的上帝，我带因出埃及，所以我要住伫因中间。我是上主因的上帝。用圣洁服侍上主。出埃及记29章第19、46节，这段经文是上帝吩咐摩西按立阿伦和伊的囝儿，互因做祭司的条例。条例中处处可见对圣洁的强调。首先，受按立的祭司爱到圣墓的入口处，沐浴净身，
了后，甲祭司虎包裹内泡外泡，幼德形牌腰带穿伫身上。接煞，祭司爱伫刻着圣化归属上主的礼帽，最后将圣油倒点头壳顶，接受圣职的按立。接落来，爱献牛犅和2只绵犅做祭物。牛犅是做祭司的赎罪祭，第一只绵犅献做烧化祭，规只放点祭坛顶烧，当作献予上主芳芳的祭物。第二只绵犅杀了后，主角会绣点阿伦和伊的囝因的正平耳珠、正手、正骹的大头帽，搁取赶火甲圣油绣点阿伦和伊的囝儿因的衣服，互遮个拢圣化归属上主。阿伦和伊的囝儿通食第二只绵犅的肉，这肉是圣的，只有祭司通食。食袂完的，一律着烧掉。受这典礼为期7日久，每日拢爱献一只牛犅做赎罪祭，互祭坛洁净，然后用橄榄油糊抹点祭坛，连续做7日，互祭坛成圣。耶稣是上帝的囝儿，倒正肉身成做人，无犯罪，成做完美的祭物。耶稣也是完美的大祭司，因为安尼无需要为着家己的罪献上赎罪祭。虽然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取代以色列献祭条例的规定，总是不变的是对圣洁的强调。耶稣捌讲，对喙入去的食物，袂当互人袂洁净；只有对喙出来，是出自内心的恶念，才会互人袂洁净。耶稣强调的是心灵的圣洁，赢过食物的洁净。亲像耶稣伫雅各井边对撒玛利亚妇人人讲的。敬拜上帝无一定着踮耶路撒冷，重要是爱用心灵和真诚敬拜上帝。这是耶稣对圣洁服侍重新解说。箴言第4章23节，着尽力保守你的心，因为心是生命的根源。敬拜上帝服侍上帝进前，咱爱安静伫上帝面前祈祷认罪，洁净家己。只有内心得到洁净，才当坦然面对上帝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服侍上帝。这是上帝所欢喜的。试想，一个人的手做出真侪伤害人的代志。喙出恶言，对人无尊重，心中充满邪恶的思想，安怎会当亲近上帝，服侍这位圣洁的上帝呢？除非咱亲像先知以赛亚同款，伫圣洁上帝面前坦言家己是有罪的，得到上帝怜悯，罪得到赦免。若无，咱就无法度伫上帝面前敬拜和服侍。日想，每遍服侍上帝时，爱安怎准备，才会当用圣洁来服侍？每遍服侍上帝时，爱安怎准备，才会当用圣洁来服侍？咱来祈祷，圣洁的神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是一位有罪的人，恳求你怜悯我，伫每遍服侍进前，会通先认罪悔改。只有基督的宝血，才会当洗净我的罪，互我用圣洁来服侍你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平安。